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讲新北有蘆洲，另外桃园有一个蘆德区，古早有叫做蘆德厝，蘆尾改做蘆德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蘆，蘆读第5条。咱知讲蘆是水草的名，像咱讲蘆葦、蘆德，也有蘆花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蘆花，这是一款青色的树栽，叶仔肥又搁高，外口缘有一起一起，一般是咧热带。叶仔处理的汁会当做汉药。第二个词读做蘆笋，意思就是高粱，又是有人读做高粱。这是一款草本的树栽，会当冻热、冻可化，特别是金门皮蚵种真多，是一款会当结做高粱酒的材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一团旅游团带大家去参观金门酒厂，看安怎用蘆笋结做高粱酒；再来带大家去参观观光工厂，看安怎用蘆花来做保养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蘆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